耶稣受掠到罗马总督府，徛伫总督本州比列多的面前。虽然比列多找拢无正当的理由通负压耶稣，但是伊却屈服伫大阵掠狂的群众，因喊话的声，说逼比列多将耶稣交伫群众的手中，甲伊掠去，要定伊伫十字架。耶稣互人对总督府带出来，受到鞭拍了后，因阁强迫伊背起一个真重查罪的十字架，行伫弯弯的各国塔山路，到伫一个叫做头壳碗的所在。就伫遐，伫迄个城墙的外面，基督已经受到凄惨鞭拍的身躯，就受钉伫残忍的十字架顶。当上帝羊羔得要死的时，真奇怪的恬静，大满全对。救主打踢开伊的双手，用伊无比的疼，将全世界拢到伊的面前。每一句天声所讲出的话，拢在宣扬赦免甲仁爱。无限的恩典对伊的心肝流出来，紫红色的英文，担正当了十字架四围打扫的所在。伫黑暗中，耶稣后就讲：“爸啊，赦免你！”今天用雷公四呐来回应伊。总是十字架若亲像踩伫宽大的高塔头顶，搁一摆问题甲对无好，遐古早的伤害已经愈合，罪恶的伤痕已经永远消失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伊实在担当咱的忧患，为咱的苦楚，伊为着咱受伤，伊受逼迫。